两个跳海将片，会用做谱来学习家规插入的代数，这要申请过户才可以变更。你爱申请过户，暂不用改。你爱申请过户，暂不用改。申请、申请过户、过户才可以。暂不用变更。改。现在我们再把整句话念一次哦。这要申请过户才可以变更。你爱申请过户，暂不用改。你爱申请过户，暂不用改。下一期的电费单就是您的名字。后一期的填签单是袂是恁的名。后一期的填签单是袂是恁的名。下一期的后一期的电费单、填签单就是袂是您的名字、恁的名。现在我们把整句再跟我念一次哦。下一期的电费单就是您的名字。后一期的填签单是袂是恁的名。后一期的填签单是袂是恁的名。楼梯旁有性别友善厕所。楼台邊有性別友善騙術。樓台邊有性別友善騙術。樓梯旁，樓台邊有性別友善，性別友善廁所騙術。现在我们一样整句来复习一次哦。楼梯旁有性别友善厕所。楼台邊有性別友善騙術。樓台邊有性別友善騙術。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建築每組攏袂用。建築每組攏袂用。男生建筑，女生每组都可以。拢袂用用。现在我们整句来练习一次。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建筑每组拢袂用。建筑每组拢袂用。好，你们所有的规矩拢搞清啊！大家正开的时，爱多听多讲哦。因暂未进步，加油哦！